嘛是选举消息来看，苗栗有一间联合大学邀请民进党候选人市定晶去演过伫交流时间，面对学生咧问讲，高端疫苗种种争议，市定晶先回应讲，政府虽然做了无够好，也毋过应该去骂中共，所以来反问这个学生是安怎要把握高端甲执政党，甚至讲无你去中国大看卖，这款的讲法，互部分的学生无法接受，嘛引起对手中东锦的电影批评。也无市定晶伊表示讲，伊只是表达想法，无要抢学生意思。这个污名化这些高端污名化我们的政府是怎样？那你到中国去做看啊。从3+11会议记录封存，护航高端疫苗，数位中介法之乱，支持林志坚论文抄袭，是否觉得民进党与年轻人越走越远？面对问题，市定晶强调政府虽然要检讨，不过嘛认为无应该一定骂执政党，应该骂中共。这回答学生反应无同。用他的观点去跟我们讲清楚，说为什么执政党会这样做，对，而不是直接跟我们学生讲说，学生不应该去质疑我们的执政党。情绪上面会有点，可能学生问题也比较尖锐啊。对。是不是问题伤敏感，互市定晶情绪激动？市定晶事后讲问题确实有较敏感，伊只是提出看法和学生交流。我们本土的台湾已经是全世界的防疫的模范生了，还要怎么样？我把我的心情讲出来，并没有对呛啊。强调家己毋是咧抢学生，不过对手正当今的电影，又是咧批评市定晶态度骄傲。习定真态度傲慢。若是让他当选县长，政见跳票，县民有所质疑时，他是不是也要呛县民搬弃其他县市住？正当今的电影认为，市定晶身为候选人，面对学生或者是选民的质疑，应该要好好解说，若无只是互学生、阁有选民感觉真失望。